哦，遐有一个鸟巢，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去你看完，你莫甲往来啦，我伫遐就好啊。无这已经空啊。所以伫恁的柑仔树拢会常常看到鸟仔树嘛。嗯。就刚刚你对后边遐。安尼跳到，用标的啊。你有好载过伊？无，阮直接有风开单过。伊拢甲你的代志拢压出来啊。一个鸭袂熟，肉搁咧煎的时阵，即伊的尻川就会配着家己碰碰，所以较叫做碰柑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欢迎收看《修行迄一天》。